个是恋着女性，对你坚强美，英勇人不通害，女性的将来。这款的气概，这款的气概才是叫做好男儿。哎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遗嘱，谢谢，亲别的。就爱有情义，应该为了解女性，一生的悲哀，不通来假情假爱。这款的境界，这款的境界才是叫做好男儿。亲别的一个人儿，应该靠你的，虽然是恋着女性，对你坚强美，英勇人。这款的气概，这款的气